小心啊！真是一块可口的唐僧肉啊！是我。你现在立刻让郝聪明拿一瓶红酒去酒店，记得用迟墨的名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管我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智取，好啊，这种捉奸的事情就交给那个郝聪明吧。开心，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！我说的是，你个混蛋破坏我的美梦。喂，郝小姐，迟墨让你马上送瓶红酒去酒店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现在去酒店？对，他急着要，指明让你送过去，你快点吧。喂，喂，迟墨你大爷的！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送的。聪明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洗你的澡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一会儿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叫你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开门呢 ？Hello。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。不管了，迟墨，反正酒我是给你送到了，我放在这里，丢了别怪我啊。什么鬼？这瓶酒，是给我的。你拍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瓶酒给我的。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？哦，不行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开，对不对？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，真是机智。这边，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会不会是人妖吧？你的裙子很好看。哎，你怎么
么穿着我的衣服啊？哦，原来还有人在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送红酒的，那酒放这儿了，这个起瓶器也放这儿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我那还有高跟鞋丝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碰我，再碰我，我给你动粗了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这声音是……你是？我不是我。你是迟墨？他当我是迟墨也好，总比破坏宋小小在他心中的形象好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报警了！报警了！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。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妈妈，救命！你别太……听到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火妞了，我们该干正经事儿。我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玩。17了不早说，耽误老娘时间。今天这日子，真是我的倒霉日。先装完女人，又装基佬。哎，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想不到迟墨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竟然是个死变态！怎么会这样啊！我靠！幸亏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！回答我。听到了，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。哎，不行！可是如果那个死变态还在房间怎么办？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，又没带钱，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？哦，不要露宿街头！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加油，好聪明，加油！